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你在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洗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认识基督洗礼的真正的意义，也让我们了解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领洗的人，也来领受这样的职分，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读的3段经文里面，都是相关的，但是我们要把焦点放在主耶稣的受洗日。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3章13节到17节。3章13节到17节，这段经文其实蛮简单的，一个是耶稣去施洗，去领洗。来，我们基督教的有几个名词哦，把它弄清楚一下来。那个洗礼，那个洗礼的主理人叫做施洗，受礼的人叫做领洗，这样合起来叫洗礼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婴儿你带你的孩子去领洗，成人来领洗，然后呢婴儿洗。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基督教真正的洗礼其实是4个。那通常我们看到的教会都是给人家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，有没有这样？那个其实是临终的洗礼。临终的洗礼的时候，你别细牙啦，我再给大家了解吧。其实洗礼没有那么简单，洗礼是有4个。来，第一个叫做弃绝魔鬼礼，表示我要来领洗的人，我要弃绝魔鬼跟魔鬼的作为。那基督教的名词叫做悔改，悔改是消极的，我离弃罪恶，离弃偶像，离弃世界。那为什么要用魔鬼弃绝魔鬼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他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要迁入他爱子的国里，然后我们要弃绝魔鬼跟魔鬼的作为。所以因为魔鬼会在我们的心里面的罪性，在做那个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3个敌人，一个是魔鬼，一个是世界，一个是我们里面的罪性。那在上帝面前公开承认，我要弃绝魔鬼，也不让然后弃绝魔鬼跟他的作为，就是魔鬼是杀人的、恨人的、说谎的，违背律法的。那我现在要悔改了。第二，归正呢，就说你愿意信上帝做你的天父吗？你愿意信耶稣做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吗？你愿意接受圣灵做你的保惠师吗？那个人就要告白：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就这把使徒信经这样子。这个叫做归正，悔改是消极的，归正是积极的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呢，洗礼这样宣告了以后，牧师就会用水给你施洗。施洗的时候代表2个意思，一个是外在方面，表示我离弃归向主；内在方面呢，表示我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我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。通常我们都到这里而已。其实教会有很丰富的礼仪，我们都忽略了。那第3个叫做膏油礼。我们知道提多书有说，你们受的是重生的洗跟圣灵的浇灌。圣灵浇灌我们教会很少做。其实这个就用什么？用油抹在什么？抹在额头上，然后为你按手，表示你受洗的时候，你同时领受圣灵，领受圣灵来膏抹你。通常呢，这个在婴儿洗没有，但是呢，成人洗有，或者婴儿长大以后见证礼有，表示你受洗，你成为一个受膏者。请问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嘛，对不对？你呢，你也同样受膏，表示基督徒呢信主，弃绝魔鬼，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复活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那只不过是一个婴孩，但是你一成人了，你同时继承了基督的职分。好，
请问耶稣基督他施洗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要弃绝魔鬼跟罪恶？没有啦。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没有犯罪，对不对？他没有，所以他不用婴儿洗，不用那个悔改。但是耶稣基督竟然跑到施洗约翰那边要受洗。那施洗约翰这个人，他本来不认识耶稣，不认识耶稣是基督啦。他们两个是表兄弟啦，大他6个月，他认识啦。这两个的妈妈是表姐妹，当然认识。可是他不认识他是基督，所以圣灵就告诉他说：“那个就预告他说，那有一位比你还大的，对不对？比我还大的，我连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的。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”好，当耶稣要来领洗的时候，请问约翰敢不敢？不敢。他们就展开了个对话。好，我们来透过这个对话，我们先来认识这个第一个意义。来，耶稣洗礼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约翰虽然说，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到我这里来受你的洗吗？这我岂敢当呢？对不对？”那我们也想，完全无罪的耶稣，竟然要受约翰的洗。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礼，他不需要悔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无罪为什么要悔改？还有比约翰还大，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？这两个都矛盾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耶稣的回答呢，就是最好的解答，最好的解答。所以呢，解答的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：“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。”好，马太福音里面有个义，就是正义、公义。希腊文的 dikaiosne 这个字是我们比较不容易了解。如果了解意思以后，就清楚来。马太福音的义有2个意思，一个是上帝慷慨无条件白白的恩典和爱，白白的施予救恩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就是人领受了上帝的救恩，会做适当的回应，忠诚的回应。领受上帝的恩典，就以恩报恩；领受上帝的爱，就以爱还爱。这个领受恩典跟爱，就变成这种回应来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好，那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呢？在这里很显然2件事情。理当尽诸般的义，意思是说，耶稣说我要把完全的义，然后得着完全的义，以后呢，我就要把这个义呢，得到这个义以后，我就施给那些不义的人。好，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：“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。”好，上帝使那个不义的，上帝使那个义的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得着上帝的义。好，所以耶稣要说：“我要去取得上帝的义，请你给我。”我要这样做的意思就是，我要尽上帝的义，诸般的义，意思就是我要完全遵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事。什么意思？上帝差遣耶稣来，就是为了你，为了我，为世人的罪而死，而耶稣基督就要走上这一条受死的路。所以耶稣有没有说：“我有当受的洗，还没有受，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？”耶稣有没有讲这句话？耶稣明明受一样的洗了，怎么还要再洗呢？可见这个洗是指着他的受难、受苦到死亡，所以耶稣基督就愿意来为我们受死，这是表达他要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好，透过他得到这个义了以后，他要把这个义赐给人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是，这是受约翰的洗啊。第二个意思是，奇怪呀，怎么会受悔改的洗礼？好，在这里很显然，耶稣基督不只是完全遵照上帝的旨意，他也愿意认同我们这些罪人，所以成为罪人的朋友。这个观念呢，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 ，incarnation 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个耶稣
他不是高高在上来救我们，他是谦卑的从天上来到人间，并且他实际跟我们同在。耶稣是犹太人，承担了整个国家、他们整个民族的罪愆，所以他跟他的同的族人一起公开的承认自己。哇，这是他把自己跟团体结连，所以耶稣基督这种团契的概念，他就对全世界人类认同，他愿意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以前我们那个周天华牧师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就问我们了，他说：如果你们去南屿传福音，请问南屿早期50年前的南屿都穿丁字裤。他说：请问你要穿还是叫他？请问你要脱下来穿丁字裤，还是要叫他们穿？我告诉你，你们那时候50年前，如果你敢去绿岛传福音那女人都不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是，绿岛50年前的时候，所有女孩子上面都穿一片裙而已，上面都没穿，真的没穿。所有少女到老人都没穿。他那个中国第一个宣教师叫林正耶牧师，他跟他的妻子两个到100年前到了那个印尼传福音，所有照片都有林正耶，都没有他太太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上面没穿啊。一个清朝的人，那到那里这样子传福音传了30几年都没有穿呢，而且蚊子什么叮得那么满都上面都没穿呢，所以他照片不敢照。这个道成肉身。住在他们当中，充满有恩典、有真理，这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当中。所以耶稣基督就跟我们认同，尽管耶稣不是罪人，但是借着约翰的洗礼认同罪人，耶稣的行动就成为我们最佳的典范。所以我的同学就说，我们是中央党部呢，什么意思？他们南屿的人中央党业部啊，他说你们这个什么国民党、民进党都没有中央党部，我们才是真正中央党部。他在开玩笑的，说我们要跟他们认同，好，鼓励我们要完全的认同这个社会，然后呢，实现上帝要求的义。主耶稣的受洗日使我们感到欣慰，因为耶稣屈尊就卑，空虚自己，愿意跟我们打成一片。他没有因为我们是罪人而撇弃我们、羞辱我们、贬义我们，他反而更加的亲近我们。展现上帝的救恩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我们跟他对话谈完了以后，我们来谈第二部分。第二部分就是天上的异象。耶稣临洗的时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，是事实，但是这里面却包含了启示文学的成分，譬如说天开了，圣灵显现，还有听到上帝的说话，这些东西都是一般人看不见的。这是 vision， 这是异象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耶稣的受洗，那个马太的记载不会聚焦在耶稣受洗的过程，却聚焦在那个过程没有描述，而是描述3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天忽然开了，天忽然开了是个象征的语言，在以赛亚书里面说，那个以赛亚祷告说，愿天裂开，产生救世主。那这个祷告。这时候呢，以赛亚的祷告怎么样？实现了。实现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带来弥赛亚的救恩。天开了，表示上帝亲自把天打开，跟人跟神之间有一个新的往来。透过裂开的天空，耶稣就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。马太这样描写是应验的救恩的预言。因为旧约预言里面，弥赛亚要充满着圣灵。好，以赛亚书11章1到2节。那鸽子呢，表示上帝的灵临到耶稣的身上，讲到那个真实性，就是上帝的灵亲住。那个犹太人在讲什么话都很具体的，不像希腊人是抽象思考的。譬如说，你要很渴慕上帝，那个圣经上说你要大大的什么张口，有没有？我就把这一节送给我们教会一个弟兄，他当牙医师。我把这一节每个人来，他对病人说：“来看那个大大的张口，有没有？”那讲到人沮丧呢，圣经上说什么？说什么消化什么如水，心里面消化如水。
好，都用那个具体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元旦的经文里面讲到什么呢？上帝跟你仰脸，就是关注了你看你，那表示上帝怎么样眷顾你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上帝如果对你呢避开脸，那表示什么？上帝不喜悦你啊，他都用那个很具体的，所以这个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下来，这个就是上帝来到人间，圣灵做的。好，在这里做一个比较了。请问旧约的所有的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他们受膏的时候是用什么？圣香油抹在他身上，有没有？而耶稣基督呢？他今天就是他的登基，君王的登基。登基不再是一个先知给他怎么样加冠，对不对？而是上帝的灵亲自，亲自浇灌。旧约的先知用圣香油抹，祭司也是用圣香油抹，君王都是，唯独耶稣基督，耶稣是基督，表示上帝亲自的灵降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们初代教会以后就用什么？用坚信礼，用抹油来象征。如果我们牧师给他施洗的时候，就有圣灵真的像那个这样浇灌下去多美啊！我说很体验，那很真实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所以耶稣为了把更多的福气给我们，所以我没有看到鸽子，这样了解吗？是这样的，是真的。像我以前在那个屏东的时候，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在跟一个宣教士宣教。你知道我们认识一个那个原住民的牧师啊，他们教会一堆都是那个都酗酒了什么了啊，然后呢，他就为他们祷告啊，整个这种病就会好，然后酗酒都断掉。而且他们布道的时候，他们教会每一个信徒的家里都有那个十字架的那个花亮的十字架啊，没有信徒的都没有那个意象啊，那神山写那个，那以后也就没了啦。以后我去问到那个传道人，他说：“哦，没有了呢，就那么一次，上帝显那个他的荣耀了。”好啊，这个啊，所以我们没有这一些，也不要觉得我们是二流的基督徒，了解吗？我们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怎么样？有福了。你若看见你若相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。那我们的信仰相反，我们说：“如果我看见上帝的荣耀，我就信，对不对？”反过来，其实上帝没有这样，所以不用怕。那个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他的身份，那以后我们这些人跟着他受洗的人，同样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同样有圣灵的膏抹。好，然后接着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这两句话刚好什么？是把两个经节放在一起，是一个以赛亚书42章第1节，对不对？你是我的仆人，我喜悦你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是我的爱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这是诗篇第2篇第7节，就糅合了弥赛亚的形象。所以天上的声音没有对耶稣基督采取以赛亚书说你是我的仆人，有没有？我喜悦你。他说你是我的儿子，把仆人改为儿子。我们刚才讲过了，旧约里面先知、祭司、君王是用圣香油膏抹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们膏抹了以后成为上帝的仆人。而在这里呢，被膏抹的是谁？被膏抹的是耶稣。然后呢，耶稣没有用仆人，有没有？然后用圣灵，然后再过来，没有称他仆人以后说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但是耶稣基督明明是神的儿子，却愿意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降卑、谦卑如仆人，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。反映初代教会的信仰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然后又是什么？又愿意接受洗礼，产生一项任务跟使命，接受上帝的差遣，这是很奇妙的。好，从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基督是上帝亲自膏抹的。然后我们接着我们来反省这段经文，我们怎么反省呢？耶稣公开生活的第一步是先受洗礼。好。那我们来反省，第一个，我们先反省我们的洗礼。请问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洗礼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洗礼是要洗去我们的罪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披在基督。
所以耶稣基督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身上，所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裂开了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所以当你临洗的时候，天父也是这样对你说：现在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天父这样的收纳我们，成为他的儿女，以耶稣基督一同做祸事。那其实是上帝收养我们呐，收养我们。可是我们的中文圣经哦，就直接翻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没有翻成上帝义子。原因是因为华人文化里面哦，被收养的哦，地位比较低啦，同意吗？真的地位比较低啦。我妈妈就是被收养的，所以那个我的阿姨、我的舅舅介绍说，啊，那是我的姐姐啦，那个是收养来的啦。哦，我妈妈说听到这是我的姐姐都很高兴，后面说啊被收养的啦，我妈听说很不舒服。我外祖父好多钱，好多田地，你知道我妈妈结婚跟我爸爸结婚是裸身而出，什么钱都没有，什么嫁妆都没有，真的都没有，连他在还没结婚，所有赚的钱全部交给我外公，外公1毛钱都不给他，就这样出来，就这样出来，这很特殊的。可是上帝收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以基督一同后世，成为他的后世，以基督一同得到这样基督的身份，然后呢，上帝就疼爱我们。请问，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上帝这样喜悦我们，哎，那我们问你们呐，哎，我们中间啊，对，你在教会结婚的嘛？哈，来结婚的时候那个誓约是什么？来，牧师说，无论环境顺利、健康软弱、富贵贫穷、成功挫败，我都愿意。第一个是什么？都忘了哦。以后我在这个婚礼要用誓约，第一个叫喜悦你，喜悦你；第二个是接纳你；第三个是尊重你。来，喜悦在关系之前，同意吗？你喜悦你的儿女，你跟他关系会建立好。你看他都讨厌，怎么建立关系啊？你看到你老公就恨得要命，气得要死，然后就想过去，你就没办法喜悦不起来，没有喜悦起来，你不能建立关系啊，没有办法嘛，喜悦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二个是接纳，每一个孩子个性都不一样，每一个老公跟他兄弟都不一样呢，了解吗？你的老公真的跟他的兄弟都不一样呢，都不能比呢，都独特的，同意吗？所以接纳是在发展之先，我常常在那个关系在管教之前，你要教导青少年哦，你关系不好哦，你怎么教啊？同意吗？关系怎么样？榜样在教导之先，你没有榜样你怎么教啊？拿着遥控器说，少年的卖换点息了，用杯呢，然后就拼命看，然后就上网啊，他说不要看，不要上网了，上网会上瘾的。结果自己把没有榜样就没办法。好，所以喜悦，上帝喜悦我们，爱我们。你知道这一句话记载在哪里？诗篇第16篇第3节说：“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怎么样最喜悦的。”所以在上帝眼光里面，我们是又美又善呢。了解吗？那我们的文化比较喜欢自贬呢。你知道文化台湾人叫太太叫啥？叫茶白。茶白听懂吗？茶白是什么意思？在白茶的物件叫茶白啦。白茶就是茶那个木材气压压啦，那个树的气压压啊，我要去把裁出来，我一定会受伤嘛。啊，我就拿一个茶白来白啦。啊，叫太太叫茶白，就说太太气压压。就是啊，给熬我一个朋友在美国唱歌，他说哈，你们you say your wife is get out，get out， 我们 get out， 那个叫太太叫 get out。他说：“你们美国人也差不多，你们叫太太叫 darling 就打你嘛 ，honey 就恨你嘛，这当然是谐音不好啊。我的意思就是，神这么喜悦我们，我们可不可以喜悦自己？同意吗？对不对？来，我们跟左右的握手说，你又美又善，是神最喜悦的。来，我们左右讲一下，你来，你又美又善，是神最喜悦的。好，我们每个人说阿门，阿门，好不好？来，神最喜悦你，然后说什么？阿门，阿门，对。所以你不要讲哪里，要说感谢主，我也这么感觉。不过大家都这么认为，因为上帝看法就是上帝喜悦我们啊。我们一受洗的时候是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，
所以基督徒不要在那边自卑啦、痛苦啦，那些应该觉得说，哇，神这么尊荣，我是万王之王、万子之主的儿女，我将来要以基督这种做王，这是应该非常感恩的事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同时领受了基督的使命，了解吗？基督是先知，是上帝的代言人，那我也是上帝的代言人呢。你知道代言人，如果你代言那个魏应充的食品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光荣？哈，那个黑心食品，你不会很光荣啊？但是你的品牌是很好的，代言是代言上帝万王之王、万子之主嘞，了解吗？你知道我认识一个好朋友了，我的好朋友在当那个味全的代言人啊，脸都无光呢，了解吗？请问如果你是总统府的代言人呢？发言人呢？了解吗？我们的政府的发言人以前是信务局长嘛，你说发言人都有光。如果你是台积电的发言人，多精彩啊！台积电来我们那个高雄气爆的时候，找他协力厂商几千人次，你知道吗？花了几亿耶，他坚持不准任何报纸报呢，不准那个城局市长给他表扬呢，不准呢。这样很低调，这样做那就走了啊！他太太亲自下来呢，张仲谋太太下来督促呢，将近做1个月呢。不像那另外一个人呢，如果你当他品牌呢，哇，他说我要捐给高雄投资100亿嘛，那个人结果都没有来，郭台铭呢，了解意思吗？我们是上帝的代言人呢。第二个，我们是上帝的祭司呢。祭司就是你有权柄跟君尊的祭司有权柄去祝福呢。当你受洗的时候祝福呢，从来祝福是位分大的比位分小的祝福嘛，同意吗？对不对？如果我看到惠都来，我就说，惠都你好，我为你祝福，就是按他头。请问惠都会不会敢讲？就会很生气了，对不对？我都是惠都，我应该给他祝福了，这了解吗？位分大的比位分小的祝福嘛。那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可以为君王、为执政掌权的祝福，我们的位分在神的眼光里面比他还大不大？当然大，这样了解吗？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祷告呢，我们一个祷告会产生蝴蝶效应呢，上帝会圣灵做工呢。你就知道你为你的儿女祷告，哇，那个你是你家庭的祭司，是这个教会的祭司，万民皆祭司，哇，那太美了。你第三个，你是上帝百般恩赐的管家呢，是君王呢。你在这世上服侍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来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复活颂说什么？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，因为在基督里的劳苦不是枉然的。我们今世所有的服事，都要怎么样带到永恒里去？你今天在做什么大工程啊？将来上帝都毁掉了，了解吗？真的啦，你赚多少钱还是别人的啦，对不对？你买多少保险啊，还是你太太的嫁妆啊？你儿女都把它花掉啊！但是呢，唯独你所奉献的、所付出的，在基督里面的劳苦，在神永远纪念，以基督一同作王哇，这个是很美的事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，耶稣基督受洗，领受了，所以他走上十字架道路，我们也与他一同受苦，参与这个使命，做先知、做祭司、做君王的使命。好，第三个，耶稣基督是临洗完了以后，是要走十字架道路，那表示我们这些基督徒要与他一同受苦。他是受苦的仆人，虽然上帝没有说这是我的仆人，我所喜悦的，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可见我们这些人属于上帝的儿女，上帝也爱我们，为什么让我们受苦呢？我们有时候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我们基督徒怎么会受苦呢？奇怪，怎么那么多苦，对不对？潘心的地翁不喝心的得得格，有没有听这句话？国语怎么讲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好人在家里叹气，坏人在台上唱戏。我们会不会痛苦？歹人在戏边在搬椅，好人在厝咧偷窥，那我们很难过。其实不要难过，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背十字架，这是一个荣耀的。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，将来要与他一同怎么样得荣耀？所以坟墓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终点站，死亡不是我们基督徒最后终极的命运，而我们刚好相反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以后，我们将来要与他一同得荣耀。
所以我们基督徒变成活一天就要怎么样？做一天，做一天就要乐一天，乐一天就准备移民到那一边。过来好美好美，那个荣耀的地方。这最后一点我们要谈的是，请问今天的以赛亚书跟耶稣基督都是被圣灵膏抹，所以耶稣基督贵为上帝的儿子，他在这尘世间的没有单独奋斗，是依靠上帝天父对他的爱，并且圣灵赋予他的大能大力。所以耶稣要升天的时候，他在升天之前，使徒行传第1章第9节到11节升天嘛，对不对？他的使徒行传的1章8节是什么？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怎么样？得着能力，并要在哪里？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，耶稣基督没有单打独斗。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，可是他是被圣灵感孕，然后在童子里玛利亚所生。好，耶稣基督的侍奉开始的时候是领受圣灵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领受圣灵，所以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呢，是圣灵将他从死里复活，有没有？以弗所书第1章。同样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要对付我们的罪，舍弃我们的老我，然后呢，让被圣灵所充满来服侍。都是这样，上帝也没有让我们孤立无援，我们需要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智慧，所以上帝没撇下我们做孤儿，他在圣灵这样子，所以耶稣的洗礼就带给我们这些反省，就带我们这些反省，所以耶稣的洗礼就是耶稣的成年礼，也是耶稣的就任礼，所以我们基督徒。当我们一领洗的时候，我们同时就领受这样的身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使命跟你的领洗息息相关。主啊，我们基督徒的使命也跟我们的受洗息息相关。主帮助我们领洗，不但与子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并且让我们也认识到。我们是你所喜悦的，是你的儿女，并且你的圣灵也膏抹我们。你膏抹我们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们继承耶稣基督的使命，成为耶稣基督，成为一个小基督。主啊，感谢你帮助我们，成为你的代言人，成为你的祭司，成为你的君尊的仆人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帮助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这条受苦的道路。来完成我们的使命，谢谢我们的主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